这一组呢没有自我介绍，对不对？有的大家过了，大家好，我是毛宇。毛宇，那我们右手这边，郑轩来，这位呢是第一，是不是很喜欢看步少一点的？好，不用太前面，不用太前面。太前面的话呢，灯光拍照不到脸哦，会很暗哦。来，再退一步。好，来，这一组呢，这一组人马，每一位都很高。赶快来，这哪一组要送？没有。来看前方。来，左手边的朋友，明年我们来的时候就送大只的，黑社会，你两购买啊？没有听他们的话，等下走。好 ，OK 了哦，谢谢。以上，我们现在呢要来问下一组。这个呢一样，玫瑰呢笑嘛，对不对？想看的话，包皮的都穿出来啊。来，我们限量的海报送给现场的朋友。来，等一下，是我们好拍的，大家看一下，没有两种不一样的哈。这个一样的，这个不错哦。这个呢不一样的要送大家。我们今天安排了线下的准备丢他们丢你们所以要注意哦我等一下给你，不要拿枪出来。OK， 我来训练哦，可以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问？要，那你有几张海报？
你要有穿衣服的，没有穿都有艺术，有穿的根本总会有一些吊扇，看吊台，看吊台，吊台。音乐倾向。准备哦。好，针对。我这个。欢迎。当地的女生朋友来。
芡，这个是什么芡？一格芡，哦，一格芡，一格芡，还有高低一格芡，一格芡。大会啊，知道多少个事儿，知道好多。抱着送出去的嘛。他们装备的时候呢，这也是很好。多少层长长的、高高的、高做的，一格芡的，厚的。